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一奎，我是小主播蚊子，我是小主播马克，我是小主播阿宽。欢迎收看2礼拜4位4天补。来，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教3位，平常是用什么方式看新闻？电视。也是电视。那阿宽呢？网络。你们觉得为什么要看新闻？看新闻有什么价值？吸收常识跟知识，了解说全球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这件事情的由来，然后为什么发生？那你自己有没有自己检视过？真的这些新闻有改变你的想法，甚至或改变你的行为过吗？就是粉尘暴的火海，感觉那个火海就是有很多人都困在那里面。所以你也有感同身受，看到这样的画面。对。因為頭先哦，現場上嘅時候，其實對新聞都算係4Q 已久嘅，因此咧了解一下，到底有按到冇強興趣嘅新聞，應該講咧報紙用名錄記得最好用啊，老來要嘅新聞嘅興趣形容版樣子呢，強下來看2禮拜4位睇議題。唔捌看新聞嗎？聽人講新聞當重要，接送行人愛看新聞，而啲成發行無就世界發生嘅按到乜嘅事情。唔過唔知，人哋對新聞嘅方式見啲嘅改變嗎？清早新聞嘅形式係報紙，公司係用電子版同油墨一扎絲印上去。韓國公司冇偏啲重點，唔過去路上賣報紙嘅攤嚟來賣，冇就搶送報紙嘅人攞報紙跌到眼目卡。係講有大事情發生，報社就把假印快報，韓國就把有人地都是黑賣，就當場也係即時新聞咯。快報！要睇新聞咯！唔過頭擺台灣嘅報紙搶記下見，現在政府為咗控制人民嘅言論，用人工嘅報禁，印報紙要由政府嘅許可，要印幾多張沒有限制。一直到1988年1月初一，報禁解除，台灣嘅報紙將正式進入報禁時期。到聯合報、中國時報同自由時報三大報嘅時代，到今1年嘅發行量都超過100萬份，也就係當日都有超過300萬份嘅報紙。故說台灣大概所在都看得到哦。2003年，香港嘅《lin光日報》被加入為台灣嘅報紙戰場。唔過聽聽科技嘅進步，人哋對新聞嘅方式，已經對報紙換到電視新聞韓國名錄。就事情太後，2015年進行嘅調查，有28%的人係看電視來睇的新聞，有28%的人係用名錄。另外，看報紙來睇到新聞的人，搶存到7%。韓國新聞的內容各種各樣都有，唔係像專業的記者這樣報的，小名有緊張的事情都有可能冇係新聞咯。韓國多少人都做得做記者，都做得報新聞，翕相寫稿的傳到名錄後，就冇係一類公民記者哦。唔捌看新聞嗎？唔係用乜嘅方式來得到新聞呢？韓國用嘅新聞掌握很關心的呢。原來你很多的新聞就按到我興趣。來，現場我們也請了我們的小主播們去做了調查。有31個人，總共有31個同學，然後有23個都是用電視看新聞，有4個是用手機看新聞，有3個是用電腦。對，就是家裡的網絡，可能不是行動載具那一種。所以只有1個是用報紙看新聞。其實你們的比例跟我們剛才看到動畫裡面比例，你們又更高了。我們看到動畫裡面一般人是68%用電視看新聞，但在國小的高年級學生裡面，74%是用電視來看新聞。我爸每天都會，因為在店裡無聊，就會轉新聞來看，然後那個聲音都放得很大聲，然後你就會被那個主播的那個聲音，他的講的那個標題會吸引到，就會聽到。吃飯時間自己會開新聞。你開是想要看什麼東西？新聞或者是體育。我們來看哈，你們是不是還有做另外一個調查，關於同學們他們對於新聞的喜好？比較多的是社會新聞，有21%。21%，5個有1個喜歡看社會新聞，是跟阿寬一樣。然後19%喜歡看體育新聞，也將近是1/5。對，然後全部都喜歡看的有16%。阿寬，你覺得這個比例
符合你自己的观察吗？在你周遭的同学们，比较多人关注体育，还有社会。跟班上一些不太喜欢体育的同学讨论体育新闻。他有在讨论那个阿帕奇那一则，就是会说叫男生就会就是不乖，叫他去旁边站，然后比阿帕奇给同学看。就是想要模仿那个好笑的姿势。对 ，OK， 来，你看到上班小朋友对新闻的理解，当然各自有各自的长处，英语好笑的新闻，英语好体育的新闻，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了解到共同研究其他社会就係用班看呢，看來看2禮拜嘅社會門案台。最喜歡的應該是氣象新聞，因為我超怕變成落湯雞的。電玩、漫畫，還有一些生活上有趣的事情。我都看明星的新聞比較多，還有一些國際的新聞。我最不喜歡看血腥的，因為我看到血就會有點怕怕的，然後也會覺得悲傷。不想要看太血腥殺人的，看了覺得很恐怖，然後可能隨時都有可能就是會發生的感覺。多看氣象跟國際新聞，因為氣象可以了解可不可以去旅行，或者是去哪一個地方該要帶什麼東西。那國際就是可以讓你了解國際新聞，也可以讓你看到國際上有發生了什麼事。應該多看國際好笑有趣的新聞。我覺得小朋友不應該看殺人放火的新聞，因為長大了有可能會學着去做。我们也请大家就是3個小歐選了幾天的新聞，選他們最不舒服的新聞，從你自己的開始看好不好？來，你說說看，這則新聞怎麼樣讓你不喜歡？因為他把那個小孩的被割掉的手指拍出來，可是它的主題就是恐怖電扶梯咬斷童指。如果是你是這個報紙的主編，你要放什麼照片？上面這個還可以接受哦，就把小朋友眼睛打馬賽克，然後他的手包起來的照片。對。可是這樣就看不出來，原來這個電梯這麼可怕，把他手指傷得這麼嚴重，這樣會不會讓其他有小孩的人更心生警惕？畫圖就好。用畫圖的。可是他有打馬賽克，你有發現嗎？就是還是一樣，你會自己想象那個畫面。縱使一張照片沒有呈現出來的部分，一樣會烙入你的腦海裡。不要血腥的照片就好。真實但不要血腥。對，不要血腥。OK， 來，我們看 Mark 不喜歡什麼新聞 ？IS 約翰露臉嗆反英砍人頭，他這個圖片就很可怕，就是他的那個刀。那把刀。那個刀，然後像在對着你，對不對？就你看的時候，我也在看，我也覺得他在對着我，因為他眼睛在看我。他就是這樣子。然後呢，他就是要準備砍那個下面那個日本的記者。對。我覺得他可能可以把那把刀打馬賽克之類的吧。哦，把武器打。一般人看到那個就雞皮疙瘩。文子是不是有針對同一則新聞做一個比報？就我們以前在大學時候也會做的，比較不同的記者跟不同的報紙怎麼樣呈現同一則新聞。這個是2個不同的報社，然後這一邊的報道畫面有比較血腥，雖然有打馬賽克，對，但是他拍到的是屍體，看得到血，還有那個。那這樣的照片來描述車禍新聞，你覺得足夠了？對。可是他是撞死承運的老翁，沒有拍出老翁沒關係，主角不用出現。車爛掉了就可以，你就知道有自己有想象空間。然後他還多了一個加害者，你覺得加害者要不要打馬賽克？要吧，至少要維護他的權益。在他正式接受法律判決之前，還沒有確認他是不是應該要負到什麼責任的刑責，對不對？來，你覺得報紙在設計的時候，他們有考慮到你們的需求嗎？應該沒有吧，他可能都針對大人，不會針對小孩。
那就你们的需求而言，你觉得他们需要做哪一些改变？规划一个小孩看的吧。你说有一个版面专门给小孩看，对，它很多张纸吗？那就可以规划一张。就送报纸来的时候，然后拿到手上，然后就分一分，看是哪一个版适合谁看，就是也可以关心时事，也老少咸宜的一份报纸。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报社不这样做？报纸的成年人看的比较多，然后小孩看的比较少，就会弄得比较血腥，因为他们可能是觉得大人看的报纸次数比小孩看的还要多，然后大人可以接受血腥的画面，所以他在报纸上就呈现血腥。其實你喺新嘅時候對報紙案嘅看法，你想要進一步了解，不論係哪種新聞，大家你係要按到嘅顯示，不過要當到從明路檔嘅新聞，其實也係來自報紙檔嘅新聞，嗰跌到明路檔天天，所以報紙就係當到新聞嘅來源自己。而你這裡非常難得，是同你大家去看報紙係用法做出來嘅，所以從我來看呢個禮拜社會太健康。今天小欧们来到了汐止的联合报总部，我们要来了解新闻的产制过程，以及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形。这边比较跟其他办公室比较不一样的是，环绕的各家电视台，他们要掌握最新消息，他们要看，他们报的新闻有没有漏掉的。一下係早晨6點，係聯合晚報天公做成嘅時間，我生成一份報紙，我同同意共下來合作。不過頭一步係我做乜解呢？8點嘅編輯會議。我們晚報大概8點半到9點之間會開一個會，他們就會報說今天發生什麼最重要的事情。基本上1版、2版、3版、4版、5版都是很重要的新聞，然後越重要的可能就越往前去提。所以分版單是由大家一起討論出來，對，然後呢再把它放上去的。對，然後拍板決定的是誰？就是我們今天的採訪主任，就是你們剛剛見到的何正中和副總編輯。報紙上的新聞你是如何挑的？對我們來說就兩個順序，第一個當然就是一個重大新聞，重大新聞跟獨家新聞。第三個就是說，我們現在很重視讀者的回饋啊，因為現在是這種數位媒體時代啊，你所有的我們在網絡上的點擊，它的點閱，我們都會作為參考，所以我們會慢慢歸納出，我們知道說讀者喜歡看哪一類的新聞。天一鋪記者會下個位，編輯愛審個位。新聞版面幾天好寫嘅，記者就會去挪威採訪下個位，再個聊新聞傳真播撒。過後，編輯會確認記者寫的內容用得嗎？他們現在都很忙，在跟記者溝通最新的這個新聞的變化。那現在新聞都還持續一直在發生。工時間未必愛排版。記者下個位嘅同時，美術編輯要開始設計報紙嘅版面，新聞下後位就直接用得嘞。不過係講發生嘅韓卡重要嘅新聞，亦都未必來去查問麼？如果今天宏達電的股價沒有跌破50的話，那這邊的標題會是什麼？那它假如沒有跌破的話，我們就會有個備案。基本上今天因為曼谷驚爆這件事情也是蠻多人關注的，所以我們會把這條稿子放下來。那這些標題跟版面都可以先預做好，就是先弄好，到時候直接換。因為新聞的變化有加有大，第播撒都可能按到編輯就會見咖啡。來頭都看下有乜嘅韓卡重要嘅新聞麼？有嘅過程就從大戰用嘅按緊走。天版送去印刷廠韓國名錄，隔天呢報紙嘅內容就會用名錄老檔案傳到印刷廠去來印做報紙。同時，檔案未被收傳到名錄後，就會按到同學接上來看呢名錄新聞。下晝3點嘅報紙印好嘅，也就會見面呢頭版新聞。兩個報紙同名錄上嘅內容係共用嘅，搶主題報導嘅小改革。
因为现在媒体的发达，所以我们都上网看新闻。那么，如果以后联合报报纸没落的话，怎么办？就以台湾市场来讲，我们觉得纸媒它还是会存在，就是报纸媒体它还是会存在，它可以做一些更深度的报道跟分析。网络媒体它多数是比较轻薄短小，而且着重在即时性。可是你要讲到一些比较深度，我想要看更深入一点的分析，恐怕就看不到。世界上最早的报纸是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朝，叫做邸报。内容是政府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例如有哪些人要被判刑，有要推动什么政策，或是有战争的消息。所以这是一个只有政治版的报纸，没有体育版，没有娱乐版，一般人也不可以投稿。我想这个报纸应该没有人想看吧。洗下茶，我一下要夹夹真嚟哟。你看咧按到了新闻有关的讨论就可以，你现场的时候也讲几啲好看啦、唔好看的新闻，有可能按到的调查。3个小欧自己也利用了现有的资源，拼凑出一份你们理想中最棒的报纸。你看了多少报纸才有这些新闻？我看了苹果的，中时跟联合，经济、中时、苹果、联合、自由、中国。OK， 所以几乎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报纸他们都有采纳。来，我们让观众看一下8月26日2015年初刊。然后你们很贴心，你们在报头的封面还先写了里面有哪一些重点，对不对？报纸叫小欧周报，重要的新闻有登革热，然后有柯文哲非派出所，亚洲最大的骇客比赛，还有台股跌破10年线。来，我首先请教，为什么你们觉得阿帕奇这么重要，要放在头版？我们觉得那个已经都不起诉了，然后还想要被挖角。以色列要挖角老奶城，然后你们还很刻意的在旁边贴了一个卡通图案，爽，这是什么意思？爽爽猫啊？爽爽猫为什么贴在老奶城的隔壁？不要问那么细。你知道做新闻客观跟中立是最基本的原则，你在里面表达自己的立场就算了，你还写一个爽字，爽字刚好要做卡通图案，就是这边刚好空的，贴在一个就那么刚好被你们大人说的那个。好，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哈，这我没有下任何的指导器，我先在这边声明一下，这个报纸我没有参与它的那个编辑。来，第2版也是很重要。登革热，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些新闻要排到第2版？也是还蛮重要的，值得让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所以你们有考虑到儿童的需求吗？有，还考虑到南北需求。南北需求台南以及台北，对不对？对，南北。所以你有在做地域平衡。那派出所跟儿童有什么关系？很多人都住在台北市，然后跟儿童有关系吗？你去过派出所吗？没有，但假如有一些儿童需要求救的话，还是要进去派出所。所以你觉得对儿童的权益来讲，会因此而受损？对。OK。对大家的权益。好，这第2版，来第3版，这个就让我有点意外了。你们的上面那条重要的新闻写的是股汇双挫，台股跌破10年线。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家长啊，可能会玩一些股票，如果看了这一则新闻，应该会非常的吃惊。我们看第4版。这里选的新闻比较特别，就比较生活化方面。生活化，你讲那个罕见疾病那个新闻，为什么要选那个？励志。励志的新闻，所以你觉得小朋友是一个需要被励志的对象？对。来，那你们编排了这样一份报纸哈，你觉得为什么？如果你今天要跟其他小朋友推销这份报纸，它的卖点在哪里？它比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这些，你刚才讲到那些报纸好在哪里？还有那个精简提要。纯手工是能做几份纯手工？做一份就2个多小时。先把这一份纯手工的报纸抛在一旁，大家喺呢上版窗看到咧，報紙咁樣做出嚟，前版台對編輯台記者嘅採訪，喺個編輯排版，下版窗你讀人手重新看一下，又係樣版人報紙嘅。家下一條社會喜嘅報衫，一下來到嘅印刷廠，一特別係山城報紙嘅親密一關。
按照我认为，一去到印刷厂就见开一台太码头的机器韩国之间，有见批到有门的面试，韩国看到按照工人做使用的，一直都系夹到头一摆的体验。那个纸从这边来，对不对？来到这边以后，它就转弯。请问这几捆纸一捆可以做多少份的报纸？一剪纸大概是大纸大概是1000公斤，那它以目前的技术大概可以印到25000份到28000份，那大概可以印差不多26、7分钟。按照我认为，请其他时间都会2点的我印报纸诶，机器开始运作嗰刻，大家都懂少我动态上。好的，唔好一太上啦。希望一道做事作为1-2年的师傅，你讲我都会掉呢。请问，如果是外岛地区的话，不就是要更早印吗？不用，因为外岛地区是搭飞机，所以我们只要在飞机起飞前把报纸送到机场这样就可以达成今天的任务。请问你们每天都做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动作，那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说这是专业的工作啦。所以说会不会每天工作都一样一成不变？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其实也不会，因为我们有对这个工作有这种兴趣啊，所以你就不会有那种无聊感。来，我们这样走了一遭哈，报纸怎么产生的？你们很清楚了，也到印刷厂去看了。从这一集的节目之后，对于日后你们从报纸上获取新闻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策略或不同的做法吗？我会先大略看一下那个每一个篇章的标题，然后再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买一份报纸，看标题，有喜欢的就是去看内文，然后呢不喜欢的就略过。就是以后我看报纸，我会看比较少，就是出现那些尸体的。可是你喜欢看社会新闻呢？就是看不要出现尸体的，就只要那个图片就只要有事发经过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尸体怎么样？我觉得太血腥可怕。那就你们做了这一集之后，你们自己觉得报纸会不会消失？法官，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住在山区都收不到讯号，你说不能上网，对，所以只好订报纸。还有老人为什么老人要看报纸？平板我字还可以放大嘞。因为老人那个他们习惯以前的看报纸方法，所以他们自然就会想要看报纸。还有他们现在不能受蓝光的伤害。最尾，強就人家強調各位觀眾，你認為對未來報紙會小心麼？你當其他咩答案？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當然，還有精彩的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的7點半，記得要收聽。社會四點5，拜拜，謝謝大家。前幾年的疫情近來更厲害，全台灣累計的本土病例已經超過13000人，其中台南市也超過9300，為防強台南疫症按當年的問題。一下於是按醫院的總統病例，我搬到安南醫院等4家應變醫院。